最自豪的就是来火星情报局，完全放下了包袱，做自我。早学之前，我发现只需要一个故事，招牌动作啊，加什么鬼啊？神经病啊！只有我看到雷声，过马路车子都不敢撞我 ，Come on 撞我，有本事撞我 ，Come on！ 真的吗？你神经病啊！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撞我！哎呀，撞我谁？我们分手吧。你走，不要走！现在腿痛看看，全部做好了。阿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也可以两个人互相帮助来完成这样一个的锻炼身体的方法。来，我保护你，看。